去年在2号车市场标出非洲猪车，这负责人比仔囝暗砍疫情，佮甲破败猪送去拍卖，检方今仔甲因起诉，望法官判重刑。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有12岁以下囡仔家长，逐工减上班1点钟，薪水免降，市政府补贴8成，按算3个月施行。每年台股一直创新高，今仔收伫35413点，去712点，有史以来第8座。那台积电是继续破纪录，收伫咧2015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过自顾》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中5车的协兴特牧场，去年10月逼出非洲猪只，这负责人这姓陈的猪农比仔囝，为着避免损失暗砍消息，还佫这死猪的数量，家己甲这猪饲药啊拢无效，甚至甲这破病猪送去拍卖。台中地检署今仔日总结，认为这对比仔囝涉嫌犯着伪造文书、诈欺处财、废清法等罪嫌，甲因起诉，希望法官就要甲因判罚等。记者后方的这个白色铁皮围篱呢，就是台中非洲猪瘟的案例养猪场。台中地检署经过多个月的调查，今天宣布呢，将陈姓猪农父子侦结起诉。87岁姓陈饲猪的人受到起诉书，后田公元朗经营的协兴特牧场，去年10月逼出非洲猪只，校市长余元伫规压，家己伫去年底是先交保，准予检方来起诉，伊是大声话冤枉。那无冤枉，我遮做下来，佮我3个关。我是活咧几个，要甲关死个感觉个。不过，台中地检署调查，协兴特牧场姓陈饲猪的爸仔囝，伫去年10月猪死真多了后，稳总疫情，家己用抗生素投药，并且外插国家法令长期系统性造假，上传无实在催子喷的相片，甲喷搁再利用者营运记录，制作写无实在的3连单，也甲周边的猪卖出去，依照涉犯伪造文书、诈欺处财、废清法者罪嫌来起诉，建请法官将当量刑，认定陈姓被告2人。分别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诈欺取财及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猪只爆出了后，当时担任台中市农业局长张敬昌、环保局长陈宏毅、加东部处长林如良这4个官员，进前因为处理失当，和监察院弹劾。这摆检方调查无发现有公务人员涉犯刑法。台中市府是讲，今年已经辅导饲猪场设置及时的监控系统，并且加强稽查有加模拟器的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讲全国走大生这药检减少工时计划3个月来推动。那准厝内面呢有12岁以下囡仔家长，企业同意讲无甲这员工减薪水，同意员工逐工减上1点钟的班，减少的薪水呢，这市政府要补助8成。有民众是讲真期待，不过这上总的理事长柯树波讲，也着爱看你投入性质。爱工作又该照顾囡仔，和未少的父母是真辛苦。为着推动有利优先的工作场所，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首先来实施有利减少工时的计划，3月来开始，补助企业和厝内底有12岁以下囡仔的父母，每工减少1点钟的工时，减少的工时由市府提供8成的工资补助。在经费上面，当然我们目前既有的公务预算来指引。那接下来如果必要，当然也会考虑预备金，在试办期间可以滚动式检讨。那我们至少先踏出第一步。那每个月至少实施10天，然后至少实施3个月，是否会补助减少工时所对应的薪资的8成？那每名受雇主我们会补助雇主最高金额15000元，那每家事业单位最高补助10万元。劳动局讲，计划必须是登记伫台北市的事业单位，而且劳工设置伫台北市，会使延后1点钟上班，也是提早1点钟下班。有算来超过550万，这要适用劳基法劳工，拢会使适用。为少民众感觉安尼做袂歹，不过也特别讲，也是要看工作的性质。因为你提早离席的话，毕竟对公司的话营运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这样子啊，所以当然是政策是很好，但是还是有那个可能每个公司的讨论的空间，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啦。我身边同事他们都是可能公公婆婆帮忙载，对啊，要不然就是可能老公。企业不反对啦。但是要看他的工作性质，以及他本身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啦。有的是论件计酬的，有的是真正的他是负责任制的。民团虽然肯定这政策，不过也点出实务上，比如讲烦恼讲会影响考绩、年终奖金也有升级，也是讲烦恼讲业务真侪时阵离开，会增加其他同事工作量这问题，都有可能看得到、食袂到。他可以在你年终考绩的时候给你打低分，年终奖金
多扣0点几个月。那如果会不记这件事情的劳工，大概实际上就会发生看得到吃不到的现象。我们目前已经请同仁跟台北市劳动局来接洽，看看能不能提供给我们他们比较详细的一个计划内容，如何进行，如何实施，经费预估有多少，产业影响有多大。桃园市国在评估桃园是不是可行，也若各用市职工会参考各界意见，国内外优先，由于工作上的经验以及合理经费安排甲相对效益者面向来评估，建议适合各用市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南韩的电商酷碰，去年逼出着各自泄露事件，经过第三方监视确认，有20万个台湾用户资料泄露出去。那酷碰是八岁讲呢，放欠去的台湾口座资料敢若一笔，无牵涉到高度敏感资讯，也是愿意提出代票2亿的补偿方案，或者受影响的用户1000块的购物拍折券。不过这消基会也甲因喷讲呢，虽然有偏法定的500块较好，不过使用上确实有真侪限制，安尼是无一定真正有优待。不少人爱到酷碰的网站买韩国的脆食面，也是化妆用品。不过去年11月，南韩电商酷碰爆出各种外泄事件，当时酷碰对外讲台湾用户未受到影响。不过酷碰公司进前主动通报咱国的司法部，经过委托第三方调查了后，确认有超过20万名台湾用户的个资也遭到泄露。司法部2月已经启动行政检查。依据个资法的规定，然后到酷碰那边做实地的相关检查。那目前检查后的相关资料整理中，后续也需要跟专家进一步研议。那预计明天上午会统一对外说明。司法部讲，这摆事件有20万4000多名台湾用户的名，也有电子邮件、电话号码、配送地址，甲总共5笔订单记录这资料，互非法读取。已经叫酷碰依照各自法规定通知受影响用户，也让酷碰也赶紧公告补偿的做法，要比照南韩提供受影响用户每人1000块的折扣券，总补偿金额达到大票2亿。要是我不能接受，因为个资是很重要，1000块没有办法来制服这些事情的发生。银行呢、提款卡那些的，说不定就会被盗刷了，衍生后面很多的麻烦。所以1000块，我觉得根本没有诚意。你可以说，他可以说金额部分是优于法规，因为500超过500，但是你设很多限制啊，不是我今天就直接给消费者。好，所以这样子有没有优？我不觉得。消基会呼吁主管机关应该对着跨国企业的个人资料收集有所规范，避免过度收集。也让酷碰也发声明指出，这事件是一个酷碰韩国前员工对客户的犯罪行为，会依法追究伊所有的法律责任。这个员工的设备拢已经立体回来啊，并且接受监视分析，受影响的系统缺失已经在去年11月完成修补，不过对客户的资料造成风险。对3月7日开始，受影响客户就使查看折扣券相关的资讯甲使用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每年呢，台股一直创新高，今仔收伫咧35413点起712点，是有史以来起第8座。若讲到这台积电的股价继续破纪录，收伫咧2015块，加上前一天美股呢，这台积电的 ADR 也起4.25%，正做美股有史以来第8间呢，市值超过美金2兆的企业，也是全球市值规模是全世界第6大的。全球晶圆大港龙头台积电股价是继续创新高，盘中大起60块，正式破2000块的大关。虽然讲起势小可收，但是中场同款是收伫2015块，台股市值突破52条台票。前一天，美国台积电 ADR 嘛创新高，收伫385.75美金，换算整体公司的市值是超过2兆美金，稳稳啊徛伫全球第6大。更加带动台股伫每年开红盘以来，连续3天拢大起。盘中大起821点，徛稳35000大关，中场是收伫35413点，起712点，创史上第8大起点。不过，零股、定期定价等等，成交金额已经突破台票1兆，创史上上大量。台股的总市值是超过台票115兆。台积电，那么除了在2奈米呢是进入到爬坡期，每个月的1个月产能渴望从去年的3到4万片，来到今年的8到10万片左右。台股公起伫3万5，毋若股市真热，基本面嘛徛甲真在。台经院发布上新的景气的预测，强调今年的出口动能伫科技产业的制裁之下，整体经济表现是比之前预期的更较好。预估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当对原本的坐视看5一直起到到7字头。
头。122它的天花板只有15%，不够力。第二个是它的赏味期只有5个月，看起来也不够久。接下来的232跟301虽然杀伤力可能更强，但它只能针对个别的产业，大刀不能用了，只能拿扁钻，只能拿美工刀出来，所以厂商的压力会减轻一点。台经议表示讲，就算2月中，川普的对顶关税，和美国最高法院推翻，造成新的变数。但是和去年比，关税冲击已经降温。而国内出口成长会持续，因为 AI 的需求一直拢正旺受惠，无排除会有新一波的优惠条。今年的景气虽然是审慎乐观，但是有正面的记载一直伫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咸桃园最近小连串传出讲，这汽机车拖车费贵甲惊死人的争议。正过车里呢，有民众伫咧新北有来调车，请人来拖，对方要甲伊收10万。要若伫车人呢，桃园也有民众要拖乌多摆，也就爱开5万块。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批评讲，这业者趁机会甲民众卡油，要求讲爱来查办。若这新北市交通局表示讲，已经函过都会交通局、法制局、消保官来讨论这管理机制。未来会用定型化契约来规范，袂互业者乌白化价。新北甲桃园最近接连续传出贵33的拖吊费争议，车至新北乌来10公里拖吊费就要收10万块，车到桃园2公里乌多摆拖吊嘛，互共一间业者开5万块，要讲的案件是小连续来发生。那个都不是这样算的，那个都一般都是市区的话，它就有一个行情啦，不会去找那种网络，都会直接去找蛇息的保养厂的，这个很不合理啊！你怎么拖车要10万？开玩笑，对啊，那个诈骗集团的。有民意代表认为，部分业者疑似用所谓行销独占市场，甲关键字的广告用拖车、道路救援等等网络超吹字拢包起来，掌握网络流量。等待民众联络了后，再搁以夜间加钱、落户出勤费等等的名来贴价，行为未属实诈欺。呼吁地方政府得要赶紧建立明确的费率还有管理制度。我认为这就是趁火打劫，只是法务局和交通局以最短的时间研拟相关的作业指引，在辖管的道路救援拖吊业者必须清楚揭露相关收费的内容。新北市交通局已经跟5都直辖市交通局和法制局消法官共同研商各地管理机制，我们后续也会完整收集各方意见，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新北市交通局指出，因为常常有下高速公路甲快速道路，还有下县市拖吊行为，所以会甲中央建议订定统一定型化契约标准。台北市消保官嘛提醒讲，民众若是拄到业者乌白化价，卖当拒绝交易；若感觉起哄诈欺，卖当主张契约无成立。提醒消费者于车辆拖吊前，应详细询问业者费用计算方式，并妥善保存业者报价或对话记录等资讯。倘若发生消费争议，可向各县市政府提起申诉。消保官建议，消费者伫咧交易之前，都要甲业者的名、收费项目、算钱标准等等的资讯拢看好清楚，避免选择资讯无清楚，也是收费标准无合理的业者。若是伫咧国道也是快速公路吊车，卖当参考选择交通部公路局网站公布的特约拖救业者，还佫有统一费率表，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去年5月，台铁伫咧车厢内面捡到400万的现金，想要到是一个越南姓吴的查甫人，讲伊是伊袂记啊，甲钱藏伫咧区间车顶头。检警也发现讲呢，这条钱是台湾、越南两国地下换钱金流。检方也起诉相关人员。不过，这姓吴的越南查甫人呢，5月就出境啊，也已经该发布通缉。越南这姓吴的查甫人，伫去年5月，甲400万留伫台铁的区间车顶面。伊阵讲是落车袂记摕走，毋过碰见遮尔大条的现金嘛，外界感觉意外。后续检警介入调查，摕伊的手机啊去开户监视，接续分析金流。检警5月底到台南永康区一间越南小食店搜查，结果查出这是地下汇款的钱，共计包含越南籍以及本国籍共5人，接受在台越南籍人士委托进行地下汇兑，赚取汇差及收取手续费，汇兑次数总计至少924次，金额达新台币2亿3000余万元。碰见这400万是一个台湾的委托人委托开小食店姓潘黎的查某人和姓吴的查甫人等，甲价值代表400万的越南盾先汇去越南国内银行的口座。姓吴的查甫人则去到委托人收现金代表400万，要摕转去小食店交潘黎时，不过无说你煞留伫台铁车顶。
代志才会意外出破。汇率的话，如果从银行体系汇出，台币转成美金，美金到他们国家再转成他们国家的币值，所以说会两边都会有汇差。再来一个时间比较久，还有就是手续费比较高，你汇多少钱到哪个账户？这是没有骗移工的部分是会这样做，可是如果说居心叵测的钱收一收就只有跑掉了。那不管是台商或者是移工，如果有以这样子的方式进行汇兑，其实会让自己承担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这些所谓的地下汇兑厂商其实不跟一般的银行不一样，你交出去的钱有可能被 A 走。那第二个风险是，一旦这些厂商被检警寻获的，可能会索赔无门。后续检方依照违反银行法起诉小食店头家娘和台湾翁仔某等4个人。案后4月查甫人伫5月中走路出境，予台南地检署发布通知，另外落去的400万，因为是地下汇款的钱，检方依照刑法的规定甲没收。记者综合报道。食毒品真正是害人害己。昨暗半暝伫高雄大寮有一台轿车伫咧路里撇来撇去，撞到警察临检。这驾驶竟然驶互警察录，落要去弄到电火条才来停车。这车顶2个人拢有受伤，驾驶快胎有毒品反应。因为这电火条去互弄甲断去啊，造成附近300外户失电，害这台电人员就要透暝抢修。乌色的轿车驶进前速度真紧，警察车足伫后壁。林环会局25下半暝接到报案，讲这个乌车驶伫路里偏来偏去，真危险。警察去查车，撞到对方拒检，乌车对大寮的公民路甲新厝路者开始走互警察局，一直驶到公民路3段，家己去弄路边的高压电条才动落来。不过规台车已经弄甲密密冒冒，警方证实涉案的驾驶是食毒赛车。车内发现依托米脂电子烟油，另对驾驶进行酒精反应测试。毒品唾液、快筛等检测，初筛为毒品阳性反应，酒测值为0。他没有在打驾驶，他把他拖下来。车顶的一男一女受伤送病院，拖甲车壳零件喙石啊喷甲规世界，规条车路暗蒙蒙。嫌犯食毒赛车，甲高压电条弄一个亲像熬甘蔗安尼，规支电火条啊挂电筒拢倒伫咧路边，造成大寮王公园甲溪寮路附近有300外户失电。3更半暝向失电，附近住户拢走出来看，台电也赶紧派人透暝抢修。有听到声无？暗头啊，这无听到声。那个是像讲奇怪啊，无电啊。事故原因系翁园7765电杆遭车辆撞断，目前受影响用户有55户，已加派人力进行抢救中。大寮失电的300外户到中昼进前，也阁有55户也被复电。台电表示，因为电条损断严重，电筒、电条拢爱定拆，电线嘛爱定救。记者郭家祖朝阳高雄场报道。想要到倒一个粪扫也发生危险，这新竹竹东有粪扫车，可能是咧压缩粪扫的时阵，这机器的力伤过大，害零件歹去，这车后斗熊弹起来，有一个85岁阿婆去互撞到，受伤送病院。新竹县竹东顶拜下晡发生民众倒粪扫，摔着伤送家户病房的意外。民众伫粪扫车边准备等粪扫的时，粪扫车的后车斗熊弹起来，弄到一个乌巴桑，伊当场倒了，头壳佮弄到涂骹，赶紧送病院急救。这太多的要压进去嘛，一压的时候，可能他阿婆就只走下去，然后他那个挂钩就断掉，就不回错，阿婆就往个点爆了啦。女性年约85岁，创伤患者。那患者家属表示为倒垃圾途中经后方铲斗下到，后脑勺着地，那后脑勺有约3公分的撕裂伤口。那本局救护人员现场止血包扎及心理支持后送中台大救治。倒粪扫刷得甲送急救，面对民众质疑粪扫车无安全，竹东镇公所讲会去追查原因，来对受伤的人负起全部责任。机件确实是有出一些问题，就对。对，是机械。可是基本上我们是有定期在做保养啦，那后续保险理赔部分，公所都会全力协助。其他的清洁队也提醒民众倒粪扫时，应该甲粪扫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千万袂当伤挖粪扫车的后车斗，尤其是咧压缩粪扫的时，
愈着爱注意，以确保安全。当你要倒垃圾的时候，就是尽量倒完以后要赶快离开。然后第二个，不要太靠近这个围斗的地方，因为垃圾车是属于机械性的操作。那当它在操作，尤其是在压缩垃圾的时候，绝对要离开大概1公尺以上，最好2公尺哈。目前受伤的民众搁在病院观察，早起已经转去一般的病房。电工所讲，刷落去会查出事故原因，检查粪扫车做相关的处理。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伫阿里山的有种31种樱花，会当互民众欣赏到无同款的美景。今年阿里山的花季呢，是伫3月初10到4月初10，为着避免塞车，林业保育署甲公路局合作实行交通管制，鼓励民众坐公共运输去山顶。冬天转春天的时间是樱花开的季节，会当看到即马阿里山顶悬的樱花已经开花啊！阿里山顶悬的樱花总共有31种。林业保育署讲，目前有的品种已经开花5成，有的准备要开。逐年大家上爱看的阿里山樱王，会伫3月中左右开花。那个阿龟樱开花的程度已经到了5成，就其实非常欢迎大家过来赏樱。然后接着阿龟樱跟那个山樱花之后，我们的雾社樱跟唐氏樱啊，也会在这个228连假，就是3月初的上旬，也会陆续展开。但是大家最期待的樱王染井吉野樱，会在3月的中旬跟下旬再陆续开放。阿里山今年的花季时间是伫个3月初10至4月初10。为着避免交通塞车，林业保育署、公路局和嘉义县政府合作，伫假日和年假的期间进行交通管制，鼓励民众利用公共运输。若坐公共运输的游客，门票会当较俗，车票嘛有拍折。台18线66K 到88.2K 的这个部分是进行这个小型车，那小型车呢会停在这个阿里山的这个阿里山公路乐野服务区61K 的地方，这游览车团客的部分呢，那我们会规划在这个台18线的29K 的部分来办理这个购票入园的这样的一个管制。另外，公路局表示，对2日开始，网络平台和超商加起来总共有10个所在拢有咧卖票，民众会当先看好车帮，先买票进位。林业保育署表示，民众若是想要知影樱花开的状况，会当关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名册、IG 也是 APP， 就会当知影。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2026台湾国际蓝展伫礼拜5呢，伫咧台南后壁正式起鼓。这届展览结合着科技、艺术也个文化。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面对国际关税变动，希望透过蓝花展来开发更较大的市场。江南因无因此次咧布展准备，因为2026台湾国际蓝展二次要登场，今年以台湾盛会做主题，向伫咱台湾花卉的困境当中继续咧突破。今年也特地把整个科技、文化、艺术的这方面呢，借由不同的元素来做呈现，让整个蓝展的一个氛围呢，能够更加的扩张。展览规划4大展区，兼加入 AI 智慧科技，浸水是影上佳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蓝展唔单单是消费盛会，更加是带动产销平衡。稳定市场信心的重要平台，因希望透过展览提升咱本土蓝花的能见度。有非常非常棒的让人家耳目一新的这个 AI 创作，但是主题还是人文，主题还是这个兰花，所以呢，可以让很多好朋友能够看到真正台湾兰花的软实力。全球每6丛兰花就1丛来自台南，销去美国、日本、加拿大等60多个国家，展现台湾兰花的国际竞争力。不过，这阵当面对外部市场的波动和关税冲击，今年蓝展嘛正做产业的重要平台。绝对配合政府的政策，其实政府的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跟我们做了很多的沟通，也提出了很多相关辅导的这样的措施，或者在市场的其他市场的开阔。我想这都是同步在进行，所以也就相对显得这个蓝展其实更加重要的一个产销平台。市府指出，去年风灾造成展馆严重受损，到过年前才完成修复甲验收，筹备期是历史来上短。不过，在和中央产业的合作之下，也是在期限内完成高品质的布展。这回蓝花展览卖展到3月16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咱来关心这新北市长的选前，李树川宣布要参选，国民党按算伫3月来正式定调。那阵李树川伫咧南北合出线，袁国强有讲到不排除加入伊的竞选团队。那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正式讲，目前除了新北，也阁有宜兰县、嘉义市等台和民众党整合。那新北市的部分呢，确定会支持现任市长高虹安。会是你最后一场在台北市政府的到案汇报。月底要请时，开始新北市长选战的李树川，市政行程伫咧岛上，3月国民党的正式征召。听讲伊过年时阵坐计程车，阮将要甲伊赞助，伊讲到代志的经过。他说他无辜人，300多块，我拿400块给他，我就跟他讲说过年就不要找。他转头就告诉我说，捐赠给你去选举。我说不行，我不能收这个钱。你那个票投给我就好了，谢谢。团队准备的还好。伊拿李树川的将在对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丹麦哥本哈根做例，提出集团交通拿道，规划4年增设50公里市区自行车道，升级100公里脚踏车高速公路。当你走出了捷运站的时候，你要实现15分钟生活圈这样子的一个愿景，一个便捷的。友善于自行车的交通环境就成为关键了。吴国强进前才讲，无排除加入李树川团队这个选项。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也证实，即马除了新北，一个宜兰县、嘉义市会加民众党整合，新北市确定会支持现任市长高虹安，3个月完成南营9城的提名。我们同时也会开始跟民众党展开作业，那么确认了2党合作的机制，我们也会呈报到。常会来。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提出伊的政绩，讲甲相关单位共同努力，总算解决英国车站占地想位问题，才12台上山的电扶梯。莺歌车站每年出入600多万人次，20年来却都没有空间装电扶梯。但我们没有放弃，一直想办法，还顺便结合了当地的陶瓷艺术，进行车站美化。这运3型线按算今年通车，苏巧慧讲，英国车站将会成做重要的商体转型节点，高结合在地文化，希望车站成做有温度的城市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蔡其昌昨接任这党团的总调，昨下晡就进行总统去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的党团协商，不过也是无共识。有风声讲是国民党总调布坤基伫咧报告形式无愿意退让。蔡其昌是讲对方只是提出无共款的意见，不过伊和院长韩国瑜拢伫咧烦恼违宪的问题，希望大家做伙来思考，再来去讨论下一步。总统赖清德最近同意立法院长韩国瑜的邀请，要去国会做国情报告。二是韩院长主持调解协商，经过1.5钟无共识，连工结果在讨论。协商的另外立委讲，主要是国民党的总调布坤基对形式真坚持。跟我们提出来说，他希望分段，比如说先5个委员发言，发言完之后，再请总统第2次发言。然后再请5个委员发言，再请总统第3次发言、第4次发言这样的方式。那我跟韩院长共同的想法是，这个就是又进入那个违宪的状况。从在野党的角度，当然会希望发言机会多一些，这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但我也要强调，协商本来就不是一次可以达成结论。那择期再商量，就是希望大家回去冷静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3党能够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国党委员的发言人数是不是以552，或者是662进行？那也无当场答应。但是蔡其昌讲并无破局，会搁再沟通。因为国情报告的总时间，韩国瑜建议2点钟，中也和总统休困，引起大家讨论。2个小时内，而且总统66岁了，你考虑他射护线了，1个小时让他休息，中间要休息10分钟啊。韩式幽默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事实上他是非常正向的，希望促成宪政史上第1次总统到国会的国情报告。除了表面的关心赖总统的射护线之外，其实要读出来的是韩院长的苦心。这都是其他的一些议题化解，总是我们朝野协商共同的想法。中央立委认为，算笑归算笑，重要问题是爱互赖总统会当顺利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和国家向前行，调解消除对立。记者综合报道。
电影《世纪血案》引起争议，也互林家血案搁再受到关注。公安局最近宣布讲，已经甲5万外件包含戒严时期的政治档案全部解密，而且移交予国发会档案局。档案局也讲呢，上换5月底会开放这国安局移交的档案目录，到时阵才会知影讲，这内面敢有牵涉到林家血案的内容。今年电影《世纪血案》是引发争议，嘛，互林体血案搁一摆受到关注。公安局最近宣布讲，已经甲51133件，包括戒严时期的政治档案拢总解密，而且移交予国发局档案局。外界好奇真相敢是要出来啊？因为这批档案数量很庞大，所以进来局里面之后，我们会加速的去做一些点收、整理、除虫菌，到底有没有林义雄相关的一些新的一些档案的出现？我们等到整理完之后会比较明确。我们现在投入全数的人力在做这些档案的整理的工作，那预计会在今年的5月底以前，把这批档案的目录全数的对外开放。档案局指出讲，上万5月底会开放公安局移交的档案的目录，才当知影内面敢有涉及林体案的内容。档案局现有的林体案的档案都已经解密，当中有1373笔会当提供申请应用，另外有258笔因为涉及文书，依法会伫通知当事人的6个月后开放。必须要先通知这些档案的当事人，让他们优先先知悉，可以优先进一步先来运用。看档案，预计在今年的12月跟明年6月以前分2批，好对外开放。根据公安局的说明，最近几年拢总已经解密含移交14万外件的档案，包括情报机关、情报局的业务资料、关于案件人员的资料等等。学者认为，公安局作为权时期上悬的政治单位，愿意帮助相关档案，对推动转型正义有重大意义。他带头做这个动作。那可能让更多的单位也愿意重新再去检视档案本身，没办法解决我们要说的真相。档案的话是收集各种不同讯息、不同来源的，所以真真假假是很常见的。学者嘛提起讲，因为离代志发生已经真久，档案内容的来源有真侪种，甚至有可能有唔对的资讯。建议未来在研究和解读的时阵，要保持审慎态度。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大水期，全台湾的雨水量拢无介理想，西半部出现这75年来上介少的雨水量，这农业用水也受到影响。农业部表示讲，今年水情比去年较严重，会有计划性来润水口。不过呢，高雄的三林区水尾农民已经是无水通用，种稻啊是无法度阴残，规个是大屁屁。有的农民呢是烦恼甲袂食袂困，有老农民呢就爱半暝去顾田水，惊这水去互偷接去。农民甲观光会田厝边开始种地，要进行一期调做，不过灌溉用水敢若无啥够，要甲规片田淹满有困难，甚至有一寡农田的地已经大家拢逼开。都建议就是老木板桥够的，不应反向这样。水无够，江水上尾流的山林业味里农民正着急，30几个人最近去农水署业味工作站进前，希望延长江水时间。里长讲，有一寡老农民为着要抢水，半暝就去过水门。如果我没有顾在这里，那我会不会一离开，等一下水门又被别人抢走了？大家还要在轮流状况之下，其实焦虑是难免的，因为我都付出成本了。上面业味工作站答应这礼拜放水的时间，自本来3天半延长到4天。今年冬天雨无啥多，西半部自北到南6个遍地站的雨量创75年来上少的纪录。农业部讲，今年水情比去年严重，会采用计划性江水灌溉。这么看起来也无需要修经。我们会采用就是一些按计划的一个供灌，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开始节约用水，除非说一直都没有下雨，水库已经快要见底的时候，我想我们才会启动特别的作为。这么全台湾水库的调水率维持伫3成到9成左右，水利署希望全国的民众配合省水，伫咧滤水器洗手洗身躯时阵水用较少咧。虽然离7到2月会有出雨，不过这边雨拢落伫咧北部。以中南部的一个降雨来看的话，可能是有一些降雨的一个机会。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降雨的量值上来讲的话，其实都还是偏少一点的一个状况。水利署讲，这边冬天新竹以南主要水库集水区降雨量，只可能历史降期的差不多2成，已经提早进行调度。不过，一期稻啊，总要开始种地江水灌溉，用水量较大，才进行监控。气象署也已经公布春季气象展望，3、4月雨会较少，5月天气也正大。
希望民众爱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对今年开始规定，厝内面饲的猫仔呢，拢爱登记，若无会依照动保法处罚，上济罚15000块。桃园动保处表示讲，因为还佫有动物非法探检甲违法问题，地方骹手甲医生拢无够，宠物登记的制度要执行有正大挑战。猫仔伫玻璃橱内面耍甲休困，这是桃园市犬鸟市区认领养中心内面每只猫仔拢有安晶片，做过健康检查，等待有缘的人来认养。农业部今年将家猫纳入强制宠物登记对象，若无登记会依照动物保护法罚新台币39,500,000的罚金。登记之后，如果宠物死亡，它的除户的一个落实程度哈。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非法繁殖的部分哈。桃园市动保处表示，虽然农业部公告桃园家鸟登记率达到99.27%，不过甲实际有真差。有狗有猫。非法探检甲贩卖犬鸟的问题是源头管理上上大的空棚，加上受财政划分的影响，地方政府人力甲经费登记无够，犬鸟饲养的数量快速成长。相关的管理甲配套政策的推动是愈来愈困难。当每一个人去购买，或者是他要养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只猫一定多少晶片。所以当他去买非法的，他没有晶片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来源就是不 OK 的。积极推动送养活动，针对家鸟纳入强制宠物登记对象的政策，动保团体拢表示赞成，认为每一只动物拢应该有身份证，走无去才知影主人是谁。啊，若非法探检的部分，除了强化非法探检佮贩卖查核以外，嘛强调猫仔无晶片，表示源头有问题，鼓励民众检举。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正月初9，天公生，这屏东市的玉峰宫有上万的信众去庙里拜拜祝寿。天公庙也准备3万份的寿面，予民众食平安。透早6点半就有人来排队啊！民众排队领寿面，一个人会当领2份，食好健康平安。旧历正月初9，天公生，屏东市的玉峰宫请庙方的志工人员准备了3万份的寿面，要予信众食。桌仔顶全部是寿面，志工搁咧无用底，真侪民众对透早6点外就来排列，铁骑路下骹满满拢是排队的民众。用朝早几点来？我差不多6、7点就来啊。是哦，我排足久啊呢？哎呀，排2、3点钟啊。凌晨就开始。凌晨几点？2点。庙方表示，志工对昨暝就开始传料雷煮，一直无用到7点外左右，安尼才会好提供予民众食。而且昨暝主持一过，就足侪民众来参拜。当年天公生拢有上万的信徒会来庙里烧香求平安，尤其今年是建宫50周年，一定爱予信徒食好健康平安。豆皮、豆料、食材这边有1220公斤。那我们包起来的话，预估就会有3万份，预计发放给我们在屏东我们的市民随时都可以来互天公做请，咱食一个平安，叫天公做大家身体健康。天公生一直是信徒抢咧拜的大日，庙方讲昨暝11点外，因为拜拜的人较侪，有发落的状况，代表今年有好彩头，而且今仔日是新寿7日的尾工，对下晡2点开始，要使民众爱把握时间。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1月中到今，小连续失去2只动物名称，即非洲象阿里加白虎礁海，因为因拢是年岁大自然留去，即动物园也用感恩的心来感谢送。不过，这2大康泉园区未来要安怎利用，也引起众人的讨论。动物园表示讲，礁海园区会先选一只名加拉虎来遮大，啊那阿里这区呢，会搁再引进大型的食草动物。他前几天过世了，民众来到高雄寿山动物园要看虎，听讲有白色的虎，兴起走来看，世界拢找无影。听到记者讲白虎礁海已经过身几落天，拢感觉真无彩。寿山动物园对2月中开始小刷送走2只大型动物，包括白虎礁海，也有非洲象阿里。高雄市观光局表示，这2只拢是寿山的名册动物，因为年岁侪身体也开始搞毛病，落尾拢是自然老去的。观光局也感谢因为高雄的大人囡仔带来这么侪美好的回忆。那他们都是属于偏高龄的这个动物，尤其是昭海爷爷，其实已经是人类年龄大概90几岁。那我们未来呢，也会评估就既有的场域是不是在引进其他的动物。
礁海甲阿里的离开，互大家拢感觉真唔甘。动物园也伫因的园区外面做 QR code 告示牌，甲引过一寡影像记录放伫网站，互大家来怀念。不过个空落来园区看起来有淡薄仔稀微，大家也开始讨论这两大园区要做啥物利用。动物园表示已经有伫咧规划当中。非洲象展示区，那因为原本的条件就是比较适合大型的草食类动物，那后续我们会来评估适合引进的物种。我刚刚看到他们只有那个有点像是造景的长颈鹿而已。对，如果有拉架，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对啊，因为其他像新竹比较都是一些比较小型动物而已。白老虎的话是可以，因为我觉得白老虎我还蛮喜欢的。所以希望动物园可以再引进白老虎这样。动物园表示，礁海园区会先搬互一只名家拉好大，啊那阿里是园区唯一的厂，伊迄区需要经过评估，确定什么动物了后，才来进行征收调整。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长报道。宜兰大溪玉田村有民众发现讲，这田边的水沟啊，拢变做蓝色。环保局去现场勘查，已经变做正常，怀疑将有可能是这油菜的污染。会继续来追查，若准抓到污染源，上侪罚300万。宜兰大溪一大圳沟，这几天引起附近居民的关注，因为规条圳沟熊熊变做蓝色，风真惊吓。即马当咧捕田，民众真烦恼，若是找无污染源，会影响农产甲环境。会烦恼啥？哇，该污染啊！应该是算工业废水吧？嘿，看起来开会惊吓了对吧？宜兰县环保局接到通知，随赶去现场。不过那些圳沟已经无去，初步怀疑是油菜污染，致使圳沟变色。因为暗时无好封查，25日搁再去现场，一家一户封查，要追出污染源。宜兰大溪地区目前也未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统，污水直接排入沟啊，圳沟或者是溪河。县府已经开始规划要解决问题。我们今天仍然会持续到周边一带去做厘清，是否有可能有人有在做。室内装修或是其他有可能产生水色异常的施工作业。环保局呼吁民众若发现水污染事件，会当随通报，较会付处理。若是有查到水污染的事实，会当用水污染防治法开罚3万到300万。民众排污水应该爱先处理过，符合放流水标准后，才会当排。记者综合报道。电视剧《斯卡罗》是以1867年美国商船罗梅号事件做背景，那故事呢是对小说家里辉改编的。作者陈耀昌是真出名的血液肿瘤权威医生，也是骨髓移植的先行者。在现时阵也出版真侪台湾历史小说。今仔日伫咧陈耀昌81堆书会出版社也甲伊的4本遗作，包含着当年工商剧、无断社事件、笔记等等做新册发表。电视剧《Scarrow》是对小说家的会改编的，作者陈耀昌是有名的血液肿瘤权威医师，是骨髓移植的先驱，嘛对文学有真侪贡献。陈耀昌伫去年11月因为癌症过身，才到76岁，在生时出版真侪台湾历史小说。我写《福尔摩沙上之记》是希望能够还原这个台湾开拓史的一个原貌，然后呢，希望让文学跟历史相遇。2月25日，在陈耀昌81堆书会即天，出版社嘛甲伊的4本遗作，包括当年工商剧、无断事件笔记等等，分别以400年前台湾第一个王朝当年王国，和150年前无断事件做主题的2套作品出版。文化部长李婉认为，陈耀昌其实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活伫咧人世间。但伊属是希望讲，会当写一个亲像金庸，安尼影响大家的武侠小说，因为大家读武侠小说会感觉讲，你对中国历史有兴趣。我感觉陈医师嘛是共款讲，伊用历史的小说来引用大家来读台湾的历史。我相信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下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蛮希望可以继续拍他的小说，拍成电影或者拍成连续剧。部长指出，陈耀昌长期透过医学研究、民俗甲历史来找出台湾人的主体性，嘛肯定伊的文学进一步促进影视转化。这几年台湾拍出真侪优秀的作品，部长嘛期待有机会通甲陈耀昌的作品影视化。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国中高中必修的本土基本已经要4年了。有调查显示，高中生对台语课对老师的专业满意度无介悬。所以观众朋友实际到台南的师资培训现场做伙来了解。
第一顶的台语老师咧示范朗读的美角，台卡侪是有心投入台语教学的老师。这是台南市教育局休寒期间办的台语师资培训，协助在野的老师考过台语认证。各高中本土语正做必修课程，要4档啊。民间团体针对108课纲本土语课程调查显示，高中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干那32.8%，那学生对师资专业性的满意度50.5%，两项数据拢无真悬。国字都看得懂，但是拼成台语很困难，听不太懂那个拼音。看了安怎？哦，做稿诶。美国中休寒期间嘛培养囡仔台语竞赛，不过有老师发现讲，学生感觉唔是考就凊彩学，家长嘛无重视，所以台语这科就无放注重。嘛有校长认为囡仔要学的物件伤济，所以放伫台语的时间就较少。要发展双语的政策，也要发展台语吼。其实伫这个过程当中排挤着吼囡仔的学习的时间。想要办一个台语的即个福利社，台语的即个园游会，各种的即个活动，互囡仔会用伫咧生活当中学台语，嘛袂感觉讲学台语是一项足讨厌的代志。根据行政院2020年的统计，65岁以上有65%咧讲台语，6岁至14岁囡仔剩7.4%，囡仔的台语能力愈来愈歹。就师培中心的老师认为，现属是教材程度有较悬，无法度符合即摆囡仔的台语能力。咱真个课纲是伫107年去定的。咱是用迄阵囡仔伊的台语能力，你甲经过10档了，咱嘛是搁用同款的标准、同款的理想去做，甚至伊会根据伊家己的理想，搁加较济的练习，这对囡仔来讲变成一种负担。经过教检甚至实习，伊可能就对一寡学校的运作，或者是讲一寡对囡仔伊的发展啊、伊的认知啦，可能就有更较好的即个美感。导师建议，上介重要就是有专业的台语师资，教育单位的演习嘛要互台语老师拢知影，因才会当去上课。社会无真侪人咧讲台语，所以希望社会爱提倡讲台语，互囡仔认为讲台语是真歹的代志。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2023年，新北市政府甲小宝歌订落做全台湾头一件汉民族口述传统，有学者也甲这小宝歌写做乐谱，希望这珍贵传统艺术会当好好保留落来。小丁啊，小宝歌，加油加油加油！这是伫新北市石碇区举办的口述传统小宝歌传习班成果发表会。有缘请使甲阮团，咱若有机会时会再训练，从有心的人就去采集，互咱遮即寡迄个民间啦，不管是歌谣啦、故事啦、美彩啦、言语啦等等拢会使甲记录落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的文化形式啊，所以呢，小宝歌呢，我才会把它叫做这个台湾音乐的 DNA， 因为以保留加从源头一个艺术形式的发展的一个样态。小宝歌伫民国112年正式登录成为全台首件汉民族口述传统，并指定陈好虎甲高罗子2位老师成为保存者。为着让小宝歌继续行落去，嘉芬老师嘛甲台湾音乐馆合作，透过现场采录、听音、编谱的方式，甲小宝歌甲谱化。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要再回来认识家己的物件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知影别人的好，我会晓讲出别人的好，会晓表现别人好，啊，我嘛是希望我有机会会当去甲别人讲台湾的好。珍贵的文化资产，互人用各种方式记录、转译、创作，拢会是台湾人共同的文化记忆，嘛互传统艺术会当延续伊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26日起呢，伫因的国会发表第二任期头一场国情演说，讲1点钟48分，打破去年伫咧国会演说记录，也是美国史上上界长的国情资本记录。川普的演说有讲到民生经济、移民、关税和外交国安等议题，甚至佫和大卡的民主党机关对呛。也若反对川普的团体是举行抗议活动，批评川普的演说拢是伫咧讲白贼的。 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26早起10点，伫国会发表第二任期第一摆的国情咨文演说，强调中央党来北京第一年的政绩是造成下时代的大改变，佮宣布美国的黄金时代已经来啊。 You've seen nothing yet. We're going to do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This is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川普即摆的国情咨文演说，当时选民烦恼生活成本，对伊的经济施政表现感觉不满的时阵，向来拖累共和党伫今年11月其中选举的选情。嘛，因为安尼，川普伫一开始就甲重点放伫经济民生议题，讲是美国的通膨已经大幅降，多到俄罗美国的表现真强，嘛想到讲会降低民众的健保费，替到讲退休欠钱来提供补助。 另外，各界关注的关税议题，川普嘛大蹛讹关税政策，替美国炸正大量的税收，嘛搁一摆批评美国最高法院进前针对关税案的裁决是互人真失望。但是伊强调讲，差不多所有的国家拢希望维持现有的协议，佮讲会因其他的法律来实施新的关税制度。 And as time goes by, I believe the tariffs paid for by foreign countries will, like in the past, substantially replace the modern-day system of income tax. Taking a great financial burden off the people that I love. 在外交政策，川普同款是坚持讲，伊登去北京了后是结束8场战争，佮当地拍拼调定第9场，就是到今仔日满4周年的俄乌战争。Think of that, 25,000 soldiers are dying a month. A war which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f I were presiden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川普嘛，正一摆骂民主党冻结预算，害惨美国，佮一直甲台下民主党的党员互相呛声。中外嘛有真侪民主党的议员和反川普的团体举行活动，大骂川普反背美国价值。民主党佮强调川普伫国情咨文真侪讲的拢是白贼。公司新闻警员欠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8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9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7度。 天后金门马祖对12度到24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